咱们去吃面吧。好啊，什么时候去？今天中午怎么样？太好了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 ，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。Cikin warna shilimu na koyong senang ci asal waktu 汉语简单说，你且看的可以muku marhabin da kanam bernyim Beijing。Tomasu kalomu yang zub balimu fara darasimu na yau。咱们去吃面吧。好啊，什么时候去？今天中午怎么样？太好了！一当木纳索木去塔利亚木纳也去哇。咱们去吃面吧，咱们去吃面吧。咱们要那努费木去瓦头接口塔菲吃是呢去面塔利亚，咱们去吃面吧。木接木去塔利亚，一当阿亚的的沙瓦的西木纳亚阿姆萨。好啊，什么时候去？好啊，什么时候去？好啊，什么时候去？好啊，要那努费要啊，都没阿努那亚的哒。什么时候？我头要谁？好啊，什么时候去？要啊，要谁咱们接？是啊，去。今天中午怎么样？今天中午怎么样？今天我头要中午rana怎么样？我头呀呀。今天中午怎么样？呀呀要的rana mana ita去要的rana呀的去。呀的木卡阿姆萨是呢，太好了。太好了，要那努分要啊，呀一跳，太好了。头马苏卡隆木的哈卡木卡口跟上十里木那有那口用是能去啊，手给咖啡木伊沙拉嘛，养猪把里木妹妹茶，金罗琳达木卡口呀木库啊有。咱们去吃面吧。好啊，什么时候去？今天中午怎么样？太好了。跟上十里可能看得去吃哇，是木哈都啊十里那个吧。再见。